刚开会回来，我问一下情况。哎呀，多少人呢？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观察照看到在那个建筑啊，集中了100余人。你知道吗？现在上面摄了观察照，把这个地方看清楚。是中环购物中心是吗？对，去中环这个大圆城。别动啊！别动！好了，不要开了那个机开呢。中央电台了，中央电台了，不要开声波开了。你去哪儿了？别动啊！哎，好了。好了。啊，对，出去！你别找他们问问情况呗。忙啊！中午伤不知道啊？没看，后来是那些人那个，人家摆在一起，多少人？这刚开会回来，我问一下情况。哎呀，多少人呢？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观察照看到在那个建筑啊，集中了100余人。你知道吗？现在上面摄了观察照，把这个地方看清楚。是中环购物中心是吗？对，去中环这个大圆城市，这个这边有中山。我这边又是一波车了。啊，这边是啥？去！房顶上有人。回去。看着这个窗户。什么呢？杨姐，你负责，杨姐。哎，杨姐，你负责，杨姐。哎，你是采访的吗？对杨姐，杨姐。谁？你采访的吗？你听到吗？不是。我保持。跪下！然后。就开那些，能放心。滚！多次光了，我们敢走。滚！把他摸起来，2个人摸起来，1个人看一手，摸起来。你哪的？来这，他坐，他吧。别打药。对，跟中央工作组过来的，这不是有标吗？从哪边走我这边，哎，我这边走，快呀！快呀！不要大家抽走，这边下边，配合点。2楼咋上的？上面还有人啊？法制在线的，中央电视台。快走，往出走，快点，手抱头上。你进去，快，手抱头上，快往出走。手放到头上，往脱。没有认识啊？地下室没有，他这边没有，他看楼下。好的，班长拿鞋。
要说临时的这个，那不要说，那我不是走了，八道你快叫他，来，你们回去快。回家。要求抓这个搞成大门大车的。咱你们是在哪呢？咱们是我们你说啥东西的，咋的啥的？不是说猪的。在车上。下，不是。哪院了？没有门。来，你让看。我在后面这里，往上走，别把门堵死了。往这走。危险！往后退，你人上。不能打！刚刚不久，这里发生了，这旁边这周围发生了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这里是乌鲁。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就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公安和民警呢从民居里抓获了一批。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在刚刚不久，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公安和武警呢抓获了一批躲在民居里的犯罪分子。进去，行吗？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在刚刚不久呢，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公安和武警呢从现场的民居里躲出。这里是呼和浩特的不是呼和浩特，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在刚刚不久呢，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这里是
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在刚刚不久呢，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公安和武警呢，从现场抓获了一批躲在民房里的犯罪分子。谨慎一点啊！900，你的小办。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杀。全世界上面有联合国，有保护人权组织，我相信那些组织能控制这个中国的现在的这个不合法的那些行为。各民族人民和谐相处，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政府、各级政府也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他们的安全我可能怕，但是我不怕死。我死了又死的光荣，为了我的民族，一个班3个人，不停的询问，做的铁筒子，他们按他们的说法是老虎凳子。他们4天4夜把我提示呢，把我这样挂着，只能脚这样子塞到地上，这样挂着，4天4夜没有让我睡觉，我睡觉也把我的手挂着那个门上，铁门上，就这样子折腾我、折磨我、威胁我，把你的护照要烧掉，你这个活着出不去，脚绑在这儿，然后这个脚这个腿绑在这个床上，真的这样子。再多的活动不了，真的这样子，真的捡不起来。他们让我承认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二个就是组织恐怖分子，煽动恐怖分子，包庇恐怖分子。把这个给了我，然后直接把我送到必审中心去的，或者是那个。Uyghurs have spent 40 years watching their religion be suffocated, their identity be eradicated, and that's understandably contributed to enormous resentment on the part of Uyghurs towards region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子把我指控呀，或者是对抓呀，你们是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们说我们有权利，我们要检查你。人说了，我星期5不做两码子去，3节葬礼我不去，伊斯兰仪式新的义律场合我不去，我人说了，我不应该信伊斯兰教，我应该相信共产党，我应该相信习主席身体祝愿失去身体健康。为了我的民族，为了我的子孙，为了我的未来，死的光荣。但是
根本就说不出咋样子那个，现在睡也睡不了觉，晚上。